今日關心昨下晡高雄有一個查甫人食毒駛車衝紅燈，連攏3台車，造成2個大人甲一個3歲囡仔着傷。加載講這傷勢無講介要緊。警方到場問肇事的駕駛有食毒啊無？伊毋但交出一包 K 他命、喙內的快胎，閣是驗出3種的毒品，陽性反應。警方當場就依照公共危險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，甲伊這個人移送法辦。另外，伊閣要面對衝紅燈等超過12萬塊的罰單。來，站長，現行犯。隊長，等一下，我先逮捕。姓吳的肇事駕駛坐佇頂卡，警方接到民眾通報車高趕到場，詢問駕駛敢有食酒食毒。姓吳的查甫人遂提出一包5公克外的 K 他命，警方對伊做快篩也驗出3種毒品的陽性反應，又閣是食毒駛車。涉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，依規定逮捕你。對，1、2、3，算撞3台啊。昨日下晡4點外車長齊時間，高雄州野新莊路甲自救二路路口，一台紅色轎車弄紅燈對道邊衝出來，先甲白色轎車弄甲西180度，去弄到烏色的廂仔車，佮弄到咧單倒掛的修理車。肇事的紅車規個車頭弄甲密密麻麻，白色轎車頂懸2個大人，一個囡仔也受到輕傷。加在送病機了後，攏無啥要緊。不過肇事駕駛食毒佮弄紅燈，對咧上懸罰125400塊以外，也當場扣車吊扣駕照，移送法辦。黃男酒測值為0，並主動交付凱他命1包，唾液檢驗成安非他命、K 他命及苯2氮平類陽性。警方依法舉發，並依公共危險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偵辦。發生事故的路口原地車道多，加載弄到的攏是轎車，而且受傷的3個人攏無啥要緊。警方呼籲，新修法了後，相關的裁處攏已經加重，食毒駛車害人害己，毒品千萬唔通捌。記者柯家族柯朝陽高雄場報道。